宝藏们，曾宝仪的人生藏宝图推出宝藏限定会员制了，在这里你可以听到独家集数，包括宝藏来信、好剧、好书，还有我的旅行日记碎碎念。加入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福利在等你哦。对了，宝仪我本人还有机会跟你交流啦，而且还有很多平常我不会跟别人讲的事情，都会在这里跟你讲啦。今日是良辰吉日良辰，拜请四方众神，祈求五国丰收，六畜兴旺，风调雨顺，子孙代代大平安。落水客，请人客哦。各位万社里的里民，大家晚安，大家好。这是万社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任务。任务你这礼拜伫用啊？这礼拜哦，顶礼拜我去几个所在，伫万社市中心感受一个这个万社曾经足青影的一面。这我去啥物所在？到最后的这个推荐的时阵，慢慢啊小解。有几个所在拢感觉袂歹。啊，你咧？我是带囡仔去迄个战争博物馆。我有看到你的 IG。对，我有分享，你著看足欢喜的。袂歹，我感觉因资料整理较袂歹啦。系啊，伊还有一个 photo show。我感觉迄嘛袂歹，就介绍讲这100年来战争的历史是安那影响到人的生活安尼。我感觉真趣。你敢有看到因有一间在讲乌克兰的战争的相片？嘿，有我有看到。我看到迄我感觉有够可怜的。我看一个相片，就是一个妈妈徛伫遐，就看因遐庄仔的少年人，拢已经抗北部啊。足恐怖诶！真正是战争，那会一开始就遮叮当哈？唔知呢，白气温安尼小看安尼哈？可能是落雨天的关系吧，是比较 blue。对啊，自从迄叫啥 bonfire night 结束了后，感觉有小可安尼郁卒的感觉。因为 bonfire night 开始就有遮变寒，而且即几工咧落雨啊。系啊，佮逐工开窗仔门，毋是开窗仔门啊，迄卡顶甲扭开，看无扭看看拢是暗暗。系啊。佮顶礼拜日毋是迄个叫啥物啊 ？Remembrance Day。止战纪念日吗？就是因诶1111啊，因诶这11月11日，毋是啥物去互 shopping 诶日子，是因纪念伫咧是一战还是第一次甲第二次世界大战牺牲诶人啊？系啊，嘛是要提醒因家己讲，莫阁有战争啊。对。我感觉这是比迄 shopping 节阁较有意义。对啊，因为阮遮逐冬即个时阵，因拢会办一个活动，就是纪念遮转去，就是牺牲的军人甲人民。因会小可办一个 parade 啊，个迄个 silence 2 minute silence，怪就会唱一寡歌啊，纪念遮的人安尼。我有看到一个新闻是，有一寡骑机车的大只的机车迄款的啦，人讲重机啊。因着穿红色衫去 M60 是条，伊是高速公路但是伊是等于是你若是为高速公路行南北的你要经过万城的时阵，你毋免行入去万城市中心，伊是为外口安尼扣一人。万城外口扣一人安尼。因着是穿红衫伫这 M60 面顶安尼扣一人就对啊。因即个11月11日即个纪念日，因的即个代表的花是迄鸦片花，Poppy 鸦片花。
因为迄火是红色的嘛，所以拢穿红色的安尼。我感觉袂歹是因遮拢会带囡仔做伙去参加即个活动，互囡仔知影讲进前发生啥物代志，因就知影战争是无好的安尼。嘿啊，我感觉咱的28应该嘛爱安尼办。系啊，28个毋领是28咯，佮有3月7号、3月8号，拢3月6号，高雄啦、嘉义啦，家人有无共的事件，这拢是拢一定要传互囡仔的故事。系啊，互囡仔知影咱台湾的历史安尼。系啊，好，再讲到这叮当，我先来讲一个好笑的新闻。就是我顶礼拜看了一个新闻。这是伫你之前介绍过所在 Wedding Show，伊有一间动物店 ，Four Paws Doggy Daycare， 就是专门咧照顾动物的狗啊，迄沙龙即款的。伊遐有一个员工是所对伊的工作做有热情的，伊热情甲即间公司的 logo 插伫家己的身躯。吼，那像那个，真像男朋友迄款的。伊讲吼，伊的头家对即款奉献的精神感觉敬畏。伊讲吼 ，Rachel always had a job for life at 4 Paws, but now we are literally a part of her 。我若是伊的头家，我嘛是感觉会惊呢。我感觉伊后壁即句做好笑。Now we are literally a part of her。伊的意思讲，阮暂时已经。即是变做伊是生命的一部分，是安尼讲嘛？对，我感觉这是迄属于恐怖情人诶。对，你有个干嘛？伊安尼诶话，若以后即间公司若做袂落，要甲撕掉嘛？毋是呢？你有个干嘛？系啊，所以我讲我若是因头家，我嘛是会惊。系啊，真正是会敬畏。真正是会敬畏，较畏吧。respect 较少。我这真正甲咱英国人做会出来呢，就少诶。虽然讲咱台湾人诶奴性足重，毋过咱台湾人袂甲，台湾人应该袂甲公司诶 logo 插伫身躯吧？除非伊诶 logo 就水诶啊！你有看到迄 logo 吗？我无去查诶。等咧，咱这若上线了，才甲迄相片互逐个看，互逐个看，即个 logo 有安尼啊古锥。哈，这边啊切，伊就是一只狗啊，伊就是一只狗啊，迄个个公司诶名呢。吼，真正足强诶。系啊，就少诶。好，安尼我来分享我诶故事。是坎电有关的新闻，大家拢知影即摆欧洲毋是能源的价销大起嘛？对。尤其伫咧英国，伫咧战争通脱欧双重的冲击的之下，毋仅是电费大起，一直嘛有风声会讲今年的冬天会轮流停电。最近有一寡电力公司的广告的 keyword 嘛，开始变做是讲今年冬天为你保持温暖即类的事啦，因为今年真正可能有足侪人会开袂起烧气。对。这嘛甲大家讲者，英国的电力公司是私人的，毋是像台湾安尼是台电为发电啊，甲 transmission distribution 到就是卖互咱遮的消费者，拢是台电一手包。英国是分足侪站的，一站一站拢是无共公司咧负责的。我看今年8月份的资料是讲，即马英国的电力公司就是卖电的人啦，卖电互消费者，互阮遮的徛家的人有37间公司搁咧开，但是这已经是有60几间倒去啊。今年倒袂少，所以前后后有开过电力公司的公司，差不多应该有要上100。毋过我感觉伊这做无道理诶，因为遮电力公司嘛是可以当领政府诶补助。真正这我是毋知诶，我是毋知会当领啥物政府诶补助。
嘿，你是讲像 octopus 还是一样？这因拢有领政府的补助就是遐会倒去的遐会拢有顶领政府的补助啊。啊？真假哦？就是伊虽然倒去，因为爱互政府接收啊。哦，哎，我旧年用的迄间 Bob， 伊就倒去啊，即摆互 octopus 买去。哦，对，嘿，啊，我阁有看到有一寡图书馆嘛是因会开始提供免费的小茶，因为开的时阵，就是你会当自由入去取用遮的小茶，因为当时无啥物代志是啉一杯茶无法度解决的。嘿因上爱讲就是 have a cup of tea, love。真的，系啊，大概阮翁就爱卡面妈妈，我卡面阿母弯呢，啊弯弯的两个人就讲，啊要啉茶无？我好笑的啦，我甲在因两个是情侣，无啥物代志是，无啥物代志。哦，顶届哦，即摆跳一个主题啊，雄跳一个主题。进前因，我想讲阮大家就少年阮查某囝嘛，所以我就约因做伙出去佚佗一礼拜啊。哦，到最后一天哦，冤家冤一个变面呢。为什么会变面？啊，就是为了开车的代志，因为阮翁驶车嘛，阮大家就是坐伊边啊，做伊的 supervisor， 因为阮翁搁咧学开车嘛，对，一定要有一个驶车已经驶超过3年的人坐伫伊边啊，甲伊 supervise。对对对，因为阮大家就是伊脚头无好，所以袂当行伤济路。啊，有一天咱算算的，要等于咱住的所在啊，就是要去超市买物件。啊，阮翁就要停车。啊，阮大家就是讲，你看迄超市的头前是毋是有会当通停？你就停。啊，阮翁就讲啊，迄歹停啦，歹停啊，无位啦，无位啦，硬要停去较远的所在，所以阮大家就小可袂爽。啊，阮翁嘛就袂爽，因为阮大家就一直叫讲，啊，遐有位啦，遐有位啦，紧停啦，紧停啦！啊，就讲我看无啦，倒有位啦，倒有位啦！啊，最后就是伊就讲，反正伊冤家的时阵讲话嘛歹听，伊个甲因母讲哦 ，go away，something like that，讲啊，你甲走啦，闪一边啊，嘿，啊，但是你知影阮大家伊旧年。阮大官才走啊，啊伊即马一个人大，伊其实是较敏感嘛。我嘛会当体会，因为我刚刚阮翁讲迄话就歹听呀。阮翁就一直讲，因妈妈拢无要听伊讲话啊。迄当场因妈妈因阿舅含我拢讲无，你误会啊。即马无咧听人讲话的人是你，毋是恁妈妈。迄一点点都是。拢是伊拢无咧听人讲话，但是伊拢感觉无人咧听伊讲话。那会讲话来遮去啊？回弟哦，就是安尼啦。啊，伊拢讲哦，嘿，因为这停车伫迄个超市找停车位，这我甲我阿有当小摆无欢喜啊！因为我就是台湾人啦，平大家咯，我就感觉你敢若停较头前诶。我毋免行遮远，因为伊感觉伊家己的停车技术无好，所以伊较喜停迄边啊，较无啥物车。啊，通常拢是较远啊。我爱两项小可参详一个，选两项拢会当顾着诶。毋过通常我无欢喜，我来小可记一下面，毋过嘛是。suck it up， 因为伊是大爷，伊是出钱的人。阮翁无咧 suck it up 诶，不管是啥物人出钱，伊拢无咧 suck it up 诶。真正是足奇怪一家伙啊！啊，你敢毋知影？定定阮冤家的时阵，我有时啊，就甲伊讲。你敢知影你拄则安尼，就像恁老爸哦，就生气诶！你讲你太会当安尼甲我骂，
你讲这款话就歹听，你敢不知？为什么呀？你爸爸被这侮辱词啊嘞！因为阿妈就刁掉的啊，哦，就过节的啊。哼哼，其实因兜的人拢小可安尼，但是因阿爸是上严重的。好，啊，新闻还未讲着啊，讲得来，但是新闻就对啊，就是咧讲吼，这是一个因为欠电来欠水的故事。嘿，就是顶礼拜伫咧万社啦，南边Stockport 和 Hazel Grove 这两区，因为因突然失电，所以因的污水处理无法度进行，所以因就无法度供水。因的自来水公司就是甲因讲因就无法度出水啊啦，所以因就停电嘛停水啊。啊，因有伫两个公园放两个塔，伫遐咧分迄 bottle water， 就是一罐一罐的水互人领。罐装的我有看，我有看下骹的人嘛是有一寡足白目的迄评论啊，有一个人就讲。As long as it's back for their weekly bath on Sunday, most of Stocky will be fine. 就是考试讲 Stockport 的人一礼拜洗一届身躯呢，拜日进前水有来就好啊。当天不是安尼吗？Weekly bath， 你讲到 weekly bath， 我就想到阮两个囡仔。安那？因真正洗身躯真正是爱因的命的。真正哦。系，大家拢会为着要叫因洗身躯发脾气，尤其是阮大汉的。我最近拢在试讲看，我会当规工无洗身躯啊。哦，因为是你是想要洗迄个吗？洗灵丸吗？无呢，其实我就记得要甲我的shower gel 含迄上铺用诶。嘿。洗头甲洗身躯的迄用诶，但是我真正是有够笨蛋诶。为什么你要赶紧甲用了？啊，我就济呢，我即摆洗头装的是2018年买的呢，你我当然呢。啊，有另外一个乡民就讲，哦 ，coming soon, just going to run a bath 。就是讲。哦，我等下才回，我即摆先去捞我的洗水，白痴。其实阮兜有迄个 bus stop， 啊，毋过阮做少伫用，是因为我甲阮翁拢感觉做浪费水诶。哦，对啊，我嘛是感觉。而且你敢有看一出韩国的剧，叫做《宁静海》？有，我有看 Lunar Water。系啊。看啥我感觉 Holy shit！ 若是阮囝大汉了后，无法度生水要安怎？哦，嘿，好，你个感觉有啥物新闻？啊，这个嘛是甲电有关系，因为这是英国欠电，所以做侪人就是讲有啥物省电的方式，啊，就讲若要省电，你就莫用 oven， 莫用oven 是啥物烤箱。用air fryer， 用气炸锅。啊，有的人会买 slow cooker， 要安怎讲啊？毋知诶，敢是慢炖锅？我毋知诶，看咱诶炖锅嘛是有一款小啊小像。啊，我就讲吼，伫万城有一个查甫诶，伊伫网络上看着有人分享讲用 slow cooker 煮英式诶早顿，啊讲会当省电钱，佮毋免洗一顿碗盘，啊就要困进前，甲迄物件拢放伫 slow cooker， 会早起来就会当食。嘿，啊讲会早起来好，闻着味足好，迄食物看嘛足好食诶。毋过伊袂阁安尼做，因为迄食落后，伊讲迄烟肠甲 bacon 拢已经定去啊。啊，伊 hash brown 就是薯饼，食起来就是含有酸椒粉诶玻璃脆皮。啊，伊迄卵，伊迄卵熟悉，啊，就变做有只青灰色哦。噗，啊，伊迄卵因为
休息拢一空一空，若有迄什么密集恐惧症的人看到，真正哦，嘿嘿嘿。然后我就看伊迄原本分享迄个人的做法啦，啊，又讲迄吐司甲卵爱另外分开煮。是毋是都咧看 instruction？ 伊可能头无好吧，啊无咧收便当，想讲做伙下落煮。伊个讲伊迄卵啊，因为是放伫迄纸杯啊内底，啊伊若放久了，伊可能会学迄纸杯啊淡去，可能流出来吧。结果伊迄 slow cooker 规个拢做歹势，伊当迄一空一空迄流出去。哦，变这个一个 disaster， 就是爱洗足久安尼。哦，我是我都笑诶，便当干呢。系啊，我是一看伊安尼啃，我就感觉这袂行啊。我看伊迄 slow cooker， 我看是伊讲迄个暗时11点，慢慢啊炖，煮到8点，应该规拢打去啊吧？而且安尼食了敢会落屎？毋知我感觉迄看着迄卵绝对老诶吧？你讲看卵？有啊，我感觉看起来就歹食，但是佫有小可亲像咱诶迄个三色卵。哦，好，嘿，啊，毋过三色卵看起来好食足济，好无？内底有皮蛋啊，嘿，因为伊迄卵就是看起来朴实，就是迄已经歹去啊，迄卵看已经歹去啊，你佫摕落煮安尼。嘿啦，我也是推荐大家早顿就是爱食大面啦、米线糊啦，这种是糯米，一个鼎就会煮起来啊，嘛是足好势啊，啊，佫好食。你安尼讲，我想要食台湾的早顿啊。嘿啊，我看足侪人拢在烧美而美，我毋知美而美在烧啥，因为我早顿一直爱食大面啊。我早顿我拢食糯米，啊无就是若无食糯米，我就是食饭丸加两个润饼。嘿啊，啥物人要食小胖啊？小胖这句无听到啊呢？啊，真正喜欢小胖这块应该是零食吧？小胖毋是吐司吗？对啊，小胖的吐司啊。系啊，哎呀，这应该是这应该毋是早的，就是通常你若上班还是啥物时阵，巴肚枵摕来点位的吧？但是你去食美而美，拢嘛是小胖夹卵啊，啊，无是夹烟肠啊，汉堡。系啊，好啦，我较介台湾古早时的早顿，无对，有冬瓜面线哦，会再买足适合食冬瓜面线的。哦对啊，啊！我真正讲到嘴拢要流出来。阮兜有冬瓜呢。你有需要咧逼我吗？无啦，我是讲咱来煮啦。系啊，你礼拜就摕来煮啊，礼拜摕来煮。哦，你煮冬瓜的？要笑起啊！好，啊，咱即礼拜来推荐啥物所在？推荐什么所在？我个还未想着，你先讲好。好，上头前有讲，我即礼拜有去几个所在啊，有感受到即个万城斩紧青叶的一面。嘿嘿，啊，就是上头先来先讲到即个MOSI 就是 MOSE， 伊是 Museum of Science and Industry， 就是科技兼产业博物馆，对。哦，这伫倒啊？这伫 Castlefield 遐啊，就是伫万城市中心的较西边。哦，嘿，MOSI 伊内底放的物件是万城过去200年科技的历史。因为万城是做工业革命嘛，啊，所以因向时的纺织发展了足好诶。啊，所以有足侪新的科技拢是为遮出去诶。比如讲，除了讲因开始用水气来推机械来运作之外啦，就是讲会当省人力，省着劳工之外，因佫有比如讲发明会当防水诶，waterproof 诶 fabric， 就是会当防水诶布料，嘛是为因遮嘛有发展。啊，因内底感觉上了2项诶展览品，就是一个是有一台电脑叫 Baby， 迄是全世界
第一代会当储存记忆的机械，就是电脑的前身啦。迄是进前伫咧 Manchester University 内底因做出来的。即台电脑跟台湾嘛是有小可关系。遐有一个技工，遐有一个技工，因的老师就是发明即台电脑的前身的人。伊伫遐做技工，因某是台湾人。是安那因某是台湾人呢？因为伊是本来是做铁路的，等于讲伊大学内底学机械，因老师是做即台电脑出来的人。了后伊去铁路局上班，上的了后，因为英国迄个时阵的铁路嘛是发展了就好的，台北要去迄个捷运的时阵，就是请伊去做顾问。会记得伊甲成嘛有去过韩国，过来国家拢有去过，就是甲因去因的捷运线安尼。迄是即台电脑北比的，跟台湾的一点点仔的关联。过来是因内底佫有放一只纺织的机械，足大只的哦，可能几落片遮大。遮个机械拢是即马因拢保存了足好，即马拢会当动的。若是有技工伫咧现场的话，因拢会当动互你看。所以这是万社差不多100-200年以前足请样的时阵啊，迄个时阵科技啦、科学拢有足侪发明是为万社出去的。但是战后了后，含后来90年代 IRA 毋是就是爱尔兰迄当时的抗争，甲万社市中心的一个百货公司崩去嘛。对。迄个时阵佫有足侪乌道啦，乌道咧互相咧闹事啊，所以有足长的时间，可能60-70当的时阵，万社是名声足臭的。逐个讲到万社，就会讲迄是血好。就是足歹的所在啊。这方面就互我想到伊的命运就堪高雄出成的啊。其实嘛有一部分是南北资源分配的问题，就是像咱高雄就是红蛋伫咧南部糟蹋。讲这个某时讲煞了后，佮讲到某时行出来了后，你为西边可能行一撮啊，你就会行到一个所在。叫 Castle Field， 伊遐有一个 Roman Fort。Roman Fort 就是差不多2000当进前啦。迄罗马人来办社的时阵，因就是伫迄个所在开始起厝，开始伫遮开始一个城市。所以规个万社是为 Castle Field 开始发展的。就是2000多年进前罗马人来遮起的，对。我佫有去一个所在，佫来就是 Roman Fort 边仔有一个物件，你爱坐电梯去哩，叫做 Castle Field Viaduct。伊是一个古早以前的铁路，差不多100几年迄当阵的铁路。后来伫咧1970年左右，都无咧用啊啦。无咧用了后，就放伫遐生草啊。最近1-2当开始有一寡社群社团，想讲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拢无法度出门嘛。尤其是住咧市中心的人，就歹去有绿地的所在，所以因想讲要甲迄个所在用做一个公园。伊的铁基路，这铁基路毋是伫涂骹哦，是高架的。所以你爱坐电梯去哩。对，伊遮就是花草，就是整理到袂歹，佫有一寡万社的历史。伊即马到明年6月进前，拢是开放互大家会当免费参观安尼。好，对，会当带囡仔来。无毋对，这3个所在就拄好拢伫 Castle Field 内底，拢是跟万社的历史就有关系的所在。安尼推荐互大家。安尼你安尼讲了，我莫名其妙的想到一个无什么关系Altrincham Market。在等下会当到 Altrincham Market。为什么我会推荐这个呢？是因为我做介意迄 Altrincham Market 外口有一间咧卖甜甜圈呢。
哦真正是我食过上好食的甜甜圈。哦，真正哦，嘿，因为我出久无去啊，毋知遐佫有无。啊，伫万盛市区，我真正是找无比伊较好食的。因为咱头拄一直伫遐讲台湾食的物件嘛，我就想去这个甜甜圈。哦，啊，毋过迄 Ultra 遐嘛是有足侪物件会当去食啊，所以大家若来万盛省会当去你头拄讲遐某是食了，啊坐电车去 Ultra 食下午茶嘛是袂歹的选择。Ultra Market 我个最介意一点，就是伊诶 market 内底有一区，伊有收集一寡，就是中国的翁啊、佚佗物啊、囡仔册，互囡仔会当有一个所在耍安尼。我感觉袂歹。好，所以这就是我今仔日推荐。我推荐重点是迄甜甜圈。好，安尼咱就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国泰民安。今仔日最紧嘞。对，今日这集要叫啥物名？唔知影。